樣呢個遊戲頻道，咁好似上一集講噶啦，就係抽一個嘅高達 G Gen 係啦。咁我哋而家有27,400，即係90抽係啦。咁因為之前抽咗30抽，就揾啲 friend 佢哋各自抽。咁我哋抽咗呢46年先啦，係啦。邊個抽先呢？我揾咗我朋友聰哥，邊個抽呢個？我自己抽咯。我抽，你抽啊！你抽。冇第一隻 UR， 有可能幾隻嘅。係啊。我唔知喎，你有冇話邊啲要㗎？我唔知冇喎。廢話一定有啦，保底 UR 冇，你見過啲動畫？不過聽人講，其實46年抽嘅動畫係唔同嘅一定。不如嚟講，咁打大個箱嘅，係咪飛得特別快嗰啲就係 UR？ 應該唔係，唔知會有出咩 UR？ 最好出莎莎比2隻，咁樣我就可以有一個嘅滿特莎莎比，人生第一隻滿特 UR。有我哋知咁超過先打。唔使啦，好啊。其實我叫咗另外一個 friend 嚟嘅，不過佢唔知點解一世都冇咗。如果抽唔到呢一個獨角獸嘅話，咁我可能要課金，就特登去抽呢個獨角獸翻嚟。睇下點啦，係乜嘢？創戰有啦呢部，好一突創戰，第二部嚟啦，保底2部啊嘛，印象中係邊部嚟呢個？自由妖垃圾。第3部，X1 我有，我2星 X1 咯喎，我2星 X1 咯，咁多位2星 X1 3部 UR 2星 X1， 3部㗎啦。3部 UR 我有2星 X1， 跟住1星重擊，1星自由。咁點解我有1星突擊咧？1星創建咧？因為我之前個 friend 抽入盤俾我，咁所以2星 X1 係啦。其實我可以3星我嘅 X1 咯，不過我唔想3星我 X1， 因為好貴啊！呢一個嘅 UR 之前打完嗰個你知打嗰個唔係聯盟打嗰個大師聯盟之後，咁9抽打邊個先？包先揼，好我先。第一抽9抽有我哋得，有 loading。之前我之前揾咗2個 friend 抽咗30抽，2部 UR， 一部創戰，一部係上一個詞嘅限期。冇有 loading 都冇。好到你。冇啊，冇保底啊，課金先有保底，唔係課金都可能冇保底，你都有 loading。睇下有啲咩彩字定咩？普通字，睇下有冇阿寶都冇，應該唔會110抽得2部 UR 吧？好，第3抽嚟啦，又有 loading， 直接超，冇。第4抽。人品問題啊！係啊，人品係衰啲㗎。係啦，我單抽出藍㗎啦。冇喺度玩俄斯方法啦，喂西姐啊喂，細姐有老西，細姐，少西姐，我唔好藍，唔會係藍啊嘛？等陣先，如果係 UR 但有藍嘅話，咁我唔想要藍 UR 啊喂，冇，好彩，邊部我哋讀個 yes 讀個手，邊咗？好唔理。你有種嚟到一隻 UR 藍，夠藍，又係呢部藍係俾邊個㗎？哇，連續2個 UR，等陣先，我想睇呢個藍俾邊個？邊種用電？呢個電光石火有啲俾邊？我邊啲電光石火有？唔理，陣間再睇。跟住到我啦，好似。得啦，你冇運嘅。我希望有多3隻，因為我要滿特獨角獸 EX， 因為我非常之想要獨角獸 EX。你冇運。我想滿特佢，你冇前提咩咧？我必須課金。如果我呢4抽中到嘅話，等先，我睇下我如果要課，我真係要課，我要課啲咩先咁多？
一個係434，傻嘅先買呢個。我覺得一個148同埋一個嘅23蚊未記咗600唔得，148同448可以買咯，或者我可以買一個148同一個448，咁就要6嚿水。6嚿水嘅話都支付到嘅，我有5解嘅。好，到你啦。唉，死得啦！翻4抽呀！我都唔知點解我好似中到嘅。如果你可以中埋神嘅話，我都 OK，不過冇可能咯。我中我廿卡。係嘛？睇先，藍寶啫，唔係西啫，唔好咁緊張，你咯。冇啊！佢有時候係叻叻地㗎啦，有時叻幾多。天定，難路啊！有撈定喎，長撈定添喎。我唔知你。有神高，我中咗神高，得翻部新藍同埋一部嘅舊係咪新藍？新藍同埋 F91嚟做。F91你都 F91我唔想要 F91咯。你都會唔會今次成個池乜都中晒？我已經中咗2個大獎喎。我人生第一次喎，110抽中2個大獎。雖然都係都係無端端唔知點解佢會出2個大獎池出嚟咯。101定唔知120啦已經。110啦已經，準備邁向101。好，冇乜都冇，唔緊要，冇啦，抽完啦，我哋抽完啦，冇錢啦，要貨啦。之後如果真係要滿特嘅話，要貨。你貨唔貨而家？我而家點貨？一貨你老母咩而家？好，咁我哋睇下今日嘅戰果。咁就係一部自由益士，一部神高，一部獨角獸破壞模式，一部創戰，跟住一部 X1 獨角獸。其實我而家喺度諗緊，我係應該將我嗰個 UR 嘅即係星數嘅嗰個 UR 材料抌落去俾 High New 好啊，定俾獨角獸？如果俾獨角獸咁，我就可以少一個嘅，唔使放咁多，我就唔使放咁多。但如果俾 High New 咧，我又想滿特獨角獸，咁我要放好多錢落去。所以而家諗緊，我應該俾獨角獸定係俾？不過如果佢歪咗個神咗，咁我唔係咁好，因為我唔係好想要神。雖然神都係好靚仔咁解。咁其實我而家可以換咗嗰個獎勵先。其實我未打晒所有嘢㗎，所以我之後可能自己再打，跟住係我自己打完之後，因為一個 UR 單位突擊材料，我可以買一個一次。係啊，係佢係會話呢個係好珍貴道具，你咪確定要買。咁其實每一個賽季都可以買一次啦。咁我就係打咗3個賽季先夠換一個。咁我而家諗緊，我應該俾神好定唔係我等先？呢個係我阿媽，大家唔好咁理。我唔知我俾啲獨角獸好定係點？如果我係真係我想要獨角獸啊嘛，咁我俾獨角獸得唔得咧？你覺得我應唔應該俾獨角獸？睇你自己練開邊啲路線。我而家係攻擊類型極多，但係冇呢一個嘅支援類型好少。咁我覺得我係咪應該升俾支援咧？等先，我升滿啲技先，睇升到幾多先。我獨角獸一定會拉上嚟啊！咁多位，我獨角獸拉硬啊！我極中意獨角獸呢個角色。大家如果唔係，我嗰條片未出，我可能最近呢2日就出埋我嗰2條新片。其實之前拍咗另外一個高達遊戲嘅片，不過未顯出嚟。佢攻擊力、機動力定係要防禦？應該佢要攻擊力係啦。神高拉埋神高，反正我材料夠，我材料好多。咁我而家打圖就方便好多啦。巴拿傑我一定要拉啦，呢一個佢專坐獨角獸啊嘛，佢專坐獨角獸專家嚟噶嘛，佢係即係其實佢唔坐獨角獸得，佢坐寶桑咁得，但寶桑防機。我唔得，佢如果要加多一個啊，就一定要坐獨角獸。OK， 跟住我有兩個呢個藍，我升埋佢咯。雖然藍嘅話，其實我唔建議大家去將佢合埋一架咯。雖然係加咗少少嘅能力啦，但唔係好建議。反而練2架藍，我覺得甚至仲抵啲。不過我唔介意，我唔在乎。畢竟我雖然其實我冇咩錢嘅，多少都係。咁俾唔俾佢？點解啲運可以？俾唔俾佢？唔知咧。我想俾佢嘅。
留咗先啦，你抽。我其實想俾佢咯。你若果你突咗先至俾啦，突多隻嘅話。係啦，我突多隻，我就唔係我突多兩隻，我要多兩隻我先俾到啊！聰明。咁俾大家睇下我嘅其實係㗎，完全未打過啊！我連一關第二個我都未打過啊，因為我卡咗喺度。一個係未打啦，因為唔夠時間我而家。因為而家一個 friend 特登嚟咗我屋企度開呢一個嘅。你突換嘅話先至俾啦，我覺得。UC 要220，我可以上邊啲？我咩機都上得。佢有客座軍㗎。喂，我第一次知原來呢一個係有客座軍喺度嘅。先佢呢度冇客座軍，係冇客座軍嘅。G 世代其實我得3架打得咯，我得一架打得咯，就係呢一個嘅神高咯，得神高打啫嘛。我呢一個我就有2個打得啦，一個防一個支援就冇攻擊。唔好抹查住啦，咁你師兄。嗰個係我阿媽喺度抹你老豆。咁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嗱，其實我到而家我都未課金嘅，就真係純靠抽翻呢啲 UR 出嚟。好啊。睇下佢個 EX 幾咩先？1至5，哇，好大範圍喎！跟住係627、0、54，跟住108命中，減防禦力喎！哇，可以減防禦力喎，唔錯喎呢部機。點解有個叫格鬥嘅武裝嘅？真係同佢鬥格，同佢互格，係咪同佢鬥格？跟住我睇埋神高先，神高有啲咩？神高就被升嘅，升埋佢，升唔升埋佢？升唔升埋佢啊？神高升唔升埋佢？雖然我唔係好想拉神高上嚟，唔緊要，我哋睇咗神高嘅技能組先，最緊要睇個 EX 技，咁就係尼地安越近跑話越勁。但我想講神高佢嗰個被動好笑咯，咁多位，唔係話神高被動好笑，應該話佢駕駛完個被動好笑，可以俾大家睇下。唔係呢個被動，呢個技能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唔係喎，我之前喺邊度見到佢嗰個好笑？佢係武裝嗰個好笑，定係被動呢度？哦，係啊，嚟地方4格以上攻擊就可以減30%，但問題係咩咧？佢個大技冇話最痛嗰個大技要越近先至可以射得越勁咯。所以其實佢想做啲乜？食攻擊力，如果你係打攻擊力嘅話，你要行近佢；但如果你要減傷嘅話，你要離遠佢。What the fuck？ 唔係，呢間公司係真係冇問題嘅。佢個腦係諗緊啲乜嘢？我想問。但係其實我俾30，因為我30俾1。突咗先啦，你突咗先。有錢先啦，我而家得1000蚊。其實如果可以，我想佢嗱嗱聲出鳳凰俾我咯，因為我哋做過3獨角獸隊，就係3兄弟，獨角獸3兄弟。大家知獨角獸3兄弟應該邊3個人㗎啦？其實今日就係純抽嘅啫，咁即係其實都完㗎啦。咁可能之後課金嗰度就有特別活動喎。呢個有5個可以攞。咁乜都抽晒㗎啦，得翻3個連抽，佢就唔可以俾你。不如抽埋呢個，保證 SSR 以上機體。你自己抽。睇會唔會中隻 UR 俾我？中隻30俾佢我應該會笑佢。好，絕對唔會有。呢個咩啊？飛星字，呢個係 set freedom 喎，但我唔明點解佢而家會喺度。所以佢幾時復刻前，大家可以睇下佢有啲乜嘢詳情，有啲咩？喂，唔好俾100，唔可以無法使用。好，勁啊！呢兩部有啦 ，F91冇啦，深藍冇啦，其他都有晒啦，全部有晒啦，係啦，得深藍同埋呢個 F91冇。F91就唔驚嘅，因為佢係呢個嘅常駐機。咁我最主要佢2部大將都齊晒。咁藍嘅話，俾大家睇下個藍係邊個樣先。
藍係王牌機，有邊啲藍王牌機咧係？神高、獨角獸、吉姆，可以俾大家而家冇用喎，唔錯喎。如果咁樣嘅話，自由就唔好諗啦，佢一個區一個防禦，區一個支援機。我抽咗兩把，點啊？乜都冇出過。我要隔開人嘛。好，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中意我呢個頻道，又中意我一個嘅中意高達呢一個系列嘅，請可以留言或者俾個 like 我啦。咁如果中意個頻道，你梗係當然記好啦。咁我可能之後會 tag 翻我個 friend 個頻道俾大家。咁佢就主要講Kamen Rider，其實唔係講Kamen Rider，主要係整啲 shots 俾大家睇嘅啫。而家冇時間整啦，單純。冇㗎啦，佢已經其實更新咗1年。係大家小心啲，大家小心啲啊！呢個人啊，出爾反爾啊！佢到而家嗰盒嘢都未還俾我，講咗差唔多1年啦呢條友。大家小心啲，呢個人出爾反爾，我夠抽咗錢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身邊有啲 friend 都係中意呢啲嘅，咁記得將呢條片將呢個頻道 share 俾佢。咁可以留言俾我，想我玩咩新 game，同埋想如果砌高達嘅話，有咩高達想我砌，咁我暫時未有新嘅高達俾大家點俾大家睇，點俾大家砌俾大家睇啦，係啦就係咁。咁下一條片，下一個題材我哋整咩好啊？我唔知你有冇問啊？唔知喎，其實我除咗打機，最都冇咩題材整嘅。開盲盒，有咩盲盒咧？但係我哋冇咩盲盒。CSA 可以，你買啊？你嗰盒嘢未俾我，一人唔會買俾你，我講過。但我6月我知啦。等佢將嗰盒嘢買俾我嘅時候，我即場砌俾大家。嗰日即場砌俾大家睇，砌唔砌得晒就唔清楚啦。好，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歡迎大家收睇。咁到我滿得嘅時候，或者拉滿成個2部嘅王牌機嘅時候，我就再拍一條實測片俾大家睇。咁其實嗰時應該都已經完咗成個詞㗎啦。咁我盡快可能搬上嚟啦。如果我真係要課金嘅話，好，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歡迎大家收睇。咁我課有金啦已經，咁就都係抽獨角獸覺醒。咁我唔知點解課完之後啲鑽石少咗幾多，少咗一啲。我睇我背包有啲咩先得，因為我係課咗一啲嘢，課啲材料喺度。我有㗎，應該啱。咁我抽完呢個，仲爭33抽咁，唔理課抽完先，爭唔係中獨角獸。咁就俾咗一個材料獨角獸嘅，所以我再課多個材料出嚟。咁如果都係唔得嘅話，其實我係可以補低落一個嘅，因為我唔興嘅。齊晒啦！咁快出咗，抽唔抽埋佢咧？抽埋佢咯，因為我獨角獸可以3星啦已經，咁樣就，佢有啦。喂！係啊，即係3星獨角獸。咁我嗰個係可以唔使俾，唔使可以直接俾其他人嘅，俾神都得，因為獨角獸已經3星咁可以。人生第一次3星角色就係獨角獸角色，唔該人生第一隻有呢個嘅主題畫面度嘅出現。OK， 唔設定住。哇！人生第一隻轉獨角獸，跟住呢個係王牌機有邊啲？我有1部、2部、3部、4部，4部係用得嘅，唔多就係得4部。好，3星獨角獸，咁我俾邊個？俾 High New。定俾莎莎俾有一個，唔俾住，我唔俾住我唔俾住，咁樣嘅話，強敵羅澤，我一關係打唔過，我睇下先，一個，第8關打唔過，我睇下我換咗隻獨角獸出嚟之後打得過。
或者其實我應該俾部防嘅，就係呢一個嘅布桑女。哇！我估唔到我可以連續出2隻獨角獸。我都掛自動啦，因為我之前打都掛自動。呢個其實 challenge 好難打。我打過嘅話，應該起碼要一隊係全部都係3星嘅話，都唔定。有3棟嗰啲就開路先啦，因為佢要5回合打敗晒。咁獨角獸因為3星嘅，所以就極痛。哎呀，話佢揸寶啊，佢唔係揸巴納吉喎。咁巴納吉喺邊度？唔緊要，我陣間可能打完之後再換一換翻。因為我開到 S1 2星，所以都唔同。S 高達就有個神嘅駕駛員，就呢個極強之駕駛員。係咯，我諗過俾 High U 定係俾神佢嗰個，跟住又俾30度。唉，打爆咗3部之後，但係唔知打爆咗幾多部就又有得做過，有啲煩。不過最煩係佢協同攻擊嗰度好痛。有呢個3星組嘅命運去防都防唔到。呢度一隻自由先開咗地圖炮，清咗前面嗰2隻先。平穩打唔死1隻，神就一定打死到1隻㗎。嚟啦，協同攻擊，呢個其實好痛，點都要死1部㗎。如果防機唔係教嘅話，講好少傷害打完嘅喎。或者我可以試下一部獨角獸單通常嘅 UC 係嘅 challenge。開眼變一斬，咁我就已經唔再成為呢個零貨玩家啦。咁不過除咗隻獨角獸之外，其他都係冇貨升上去嘅。咁所以大家其實依然都可以參考我個年度啦，就係、咁雖然我講係咁樣講啫，咁大家咁要點樣抽機一啲都係靠翻自己。咁雖然之後我就係除咗隻獨角獸先，我哋其他所有嘢都係零貨嘅。哦，仲有個藍，嗰個新藍都係抽出嚟嘅，所以我新藍應該唔會擺上場，因為黃牌機我掃得太少。High U 唔係黃牌機，我唔知擺唔擺到上場，我唔知道擺上場用好唔好用。咁其實都係自動翻嘅，咁大家見到啦，生係極高嘅。咁其實換翻巴勒吉出嚟，佢嗰個支援能力仲好啲啲，因為可以有呢個嘅。哇！打3星獨角獸嘅。都只係打佢59000傷，有幾難打呢隻嘢，好似有恐龍，防禦減少咗，咁獨角獸拉佢一個。我呢條係冇血㗎，黐線嘅細冇血嘅原來。打呢度係痛嘅，有成15,000啫。呢個咧，哇！唔得喎，同學，你咁樣嘅傷害話。
或者其實我係單純因為唔係。先，我換一換翻啲炸洗唔係得唔得先？哦，唔算啦，唔好挑戰呢一個，因為有時好難搞。係挑戰呢個嘅永恆之路。先打咗呢一個 UC 系列嘅 normal 先，咁全部落場。單通，我覺得其實如果我係一個3星獨角獸單通，其實應該唔難。溫家全力值。有空位都唔緊要，畢竟呢一隻係3星嘅支援機，雖然冇攻擊機咁好，自動正常咁樣做。部機係打150，都冇啦，個成就。哦，做咩 ？WiFi 斷咗嘅？定我呢個位收唔到 WiFi，佢唔俾我過關，唔好嘢，再次出擊。咁唔緊要，咁大家都見唔到啦，係真係可以單通 UC 嘅 normal 嘅，咁黑。都試下啦，咁不過就應該唔會係單通嘅，咁就一對，或者2個 UR 算吧，即係2個 UR 得唔得？直情唔要啊！呢啲就2個，一部係防禦嘅，一部係半攻擊嘅。咁我藍都照樣，拍機一架食到2部先，唔拍機食1部，咁就都係 UC 食到2部，咁就用呢嘅 UC 係機廠食到北㗎啦已經，唔需要太多。咁但係人生第一次3星可抽 UR 啦。冇機睇啊！我想問 ，Yes am I？ 21個人，
你打翻我其實唔係好痛嘅啫，想講。咁我逐邊打，我肚。因為我主要都係靠佢嘅3支援嚟打傷害嘅。如果要靠佢單打嘅，咁就要俾攻擊機。OK， 升一升 MP 先。我客機係應該唔可以俾佢破壞。放打加 MP 打再加 MP 再放打到再加 MP 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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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企埋一齊，精神感應力場，再見底下難以贏機。好，咁係失敗啦。咁原因係因為你合數唔俾超過5粒。咁其實大家見到啦，如果齋憑佢一個咧，都係能夠單通嘅。係啦，我呢一個絕對唔會打過啦。首先主角機
下一個就咁拼戰就拼得過，因為全部攻擊一定有少差。算啦，就咁。雖然揸嘅唔係3棟嘅獨角獸啦，咁不過都應該夠嘅。咁惡徒惡唔惡徒咧？睇下獨角獸打有傷害先啦。我幾乎係直接秒喎。好嘢，一機3命。防機都走埋面。咁其實就唔使打啦，因為已經結果可預測。咁就係3棟實力入嚟3次高，係真係爽嘅。但同時都有缺點，就係攻擊力唔夠。但如果只係睇一個嘅咁獨角獸3兄弟其中一部都係現今最強嘅一部，就拉滿咗啦，真正嘅就少少武裝未拉滿嘅，啲之後慢慢儲翻啲材料都拉得滿㗎啦。咁獨角獸3兄弟就拉滿咗其中一部啦，呢一部嘅命運女神就
可能就會復遲先再抽啦，因為我好想浪費呢一個嘅材料。其實都得嘅，因為我房機冇一個唔得㗎嘛，冇一個特嘅升啊嘛，都得嘅。俾大家睇下我嘅攻擊機有幾多部啦？就1、2、3、4、7、8，包括1路咁有一部開發翻嚟之外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部，咁所以9部1部啦。咁內搞其實就唔需要睇啦，因為多嘅1、2、3、4、5行5架，咁就一架都係開翻嚟嘅啦。咁係啦，咁今日其實都差唔多時間啦。咁將我頻道嘅咁就梗係like and subscribe啦，係咪先？咁認真嘅，咁其實一條片應該係播翻之前嗰段片㗎啦。咁之前嗰一個嘅結束語，即係陣間嗰條結束，即係之前嗰個結束語咧，就可以唔好理佢，係啊，就當係廢話得㗎啦。咁 F91就唔好想要啦，正嘅。咁今日先爭差，咁而家真係結束語啦。咁其實可能係兩條片分開都唔定嘅。咁就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歡迎大家收睇 Henry 嘅呢個頻道啦。咁中意就like subscribe。如果你身邊亦都有中意玩高達嘅，即係想砌高達或者中意砌高達嘅 friend 嘅話，咁就將我嘅頻道 share 俾佢。咁有啲乜嘢新 game 想我玩，想我試下嘅，咁就留言啦。有咩高達想我砌都可以留言嘅。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拜拜。